各位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4年6月24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13节到128节。撒母耳记上卷18章第6节到30节，使徒行传27章13节到3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惊吓。扫罗王惊吓，人民烦恼官兵会无欢喜，却无要敬畏上帝，无顺服上帝的旨意。只是上帝伊毋惊，含大笔扫罗王嘛惊，惊伊伤过有名，惊伊伤过受到人民的爱戴甲欢迎。惊吓其实是人常常发生的代志，但是基督徒应当除了上帝以外，什么拢毋惊才对。撒母耳上卷18章第6节到30节，记载着扫罗的极度惊吓大笔的代志。大笔拍死哥利亚倒来的时阵，所有的妇女对以色列逐个城市装声出来，唱歌跳舞拍铃仔鼓，弹琴作乐来迎接扫罗王。遐妇人人跳舞，有的唱，有的吟，讲扫罗态势清清，大笔态势慢慢。扫罗非常的受气，无欢喜这个话，就讲将慢慢归乎大笔，清清互我，剩王位也袂互伊掠定。对迄日开始，扫罗看到大笔就甲伊认，隔日对上帝遐来的歹神完全控制扫罗。伊就伫厝内开始乱讲话，大笔照常用手弹琴，扫罗手里有野枪，就甲迄支枪射去，想讲我要甲大笔射透过，甲伊钉伫壁里。大笔有2遍闪开，扫罗惊大笔，因为上主离开伊，甲大笔同在。因为安尼，扫罗互大笔离开，派伊指挥1000个兵，大笔就做头领导军队。大笔所做的代志拢成功，因为上主甲伊同在。扫罗看到大笔所做的代志拢成功，就搁较惊伊。毋过以色列甲犹大的人民拢拥护大笔，因为伊拢做头领导。扫罗甲大笔讲：“我的大查某囝米勒，互你做某。毋过你着做我军中的勇士，为着上主交战。”扫罗心内咧想：我毋通亲手害伊，着借着非利士人的刀，互伊死。大笔甲扫罗讲：“我算什么？我有什么身份？阮的家族伫以色列中间算什么？我哪有资格通做王的囝婿？”扫罗查某囝米勒应该甲大笔成亲的时到啊！扫罗竟然将伊互米勒人阿迪列做某。扫罗另外一个查某囝甲米甲爱大笔，有人甲扫罗讲，扫罗听了真欢喜。扫罗心内讲：我将这个查某囝来嫁互伊，做罗网，通借着非利士人的手来害死大笔。扫罗第2遍甲大笔讲：你通做我的囝婿。扫罗就吩咐人臣讲：人属下甲大笔讲，王真介意你，人臣嘛真爱你，安尼你通做王的囝婿。扫罗的人臣将这个话讲互大笔听，大笔讲：恁想做王的囝婿，敢是小事？我不过是一个丧香卑微的人。扫罗的人臣将大笔所讲的甲伊回复，
所以就讲，恁着甲大笔讲，王无伊爱什么品类，只有爱100个非利士人的宝贝。通替王甲对敌报仇，所罗的企图是要互大笔死伫非利士人的手下。所罗的人心将正的话甲大笔讲，大笔就愿意做王的竞赛。指定的日子到，大笔带部下去杀死200个非利士人。大笔将遐个宝贝转授献互王，当做王的竞赛。所罗就将查某囝米甲互大笔做某。所罗看出上主甲大笔同在，佮知查某囝米甲嘛爱大笔，所罗就佮较惊大笔。规世人甲大笔作对，非利士人的领袖常常出来攻击以色列人，答辩交战，大笔的战果拢比所罗的官长较辉煌，大笔的名声愈来愈响。所罗王惊大笔，甚至将家己的查某囝来做政治的联姻的工具。无想到，讲这个大笔不但受到人民的欢迎，更受到上帝的同在甲帮助，大大来赢过非利士人，来通得到赢出所罗的查某囝米甲。因为大笔倚靠的是耶和华上帝，伊毋惊对敌有偌强大。咱伫新约看到保罗被亚去甲这个罗马的这个过程的中间，拄着海鹰的攻击，因为罗马的官兵只有听从这个船长的意见，感伤因安尼真袂惊吓，所以因无要听保罗的预言甲劝勉。拄着海难的时，又搁经袂起风鹰的攻击，就搁惊吓起来。保罗劝勉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27章13节到38节。迄时南风微微啊吹来，大家想讲顺利到目的地就起定。我克里得岛的海岸行，无久有一阵风叫做尤拉盖勒的东北大风，对克里得岛扫落来，船互风扫驶袂行。就处在伊漂流，阮来到一个小岛，叫做高大的南边，险峰的迄边岸，勉强将救生艇来绑好势，然后水手将救生艇拖出船顶，用大绳甲伊捆起。因行了船伫塞尼底的沙洲来渡沙。就落旁，处在伊漂流。暴风继续吹，隔日因开始将火米献落海。第3日，因就搁亲手将船顶的器具来献掉。真侪日，日头看袂到，星也看袂到，风影继续拍甲真厉害。最后，阮完全放弃得救的愿望，众人真久拢无食。保罗徛伫中讲，各位先生，恁早若听我的话，无对克里特来开船，就袂拄到即款的危险甲损失。现在我劝恁着勇敢，恁中间无甲一个人会丧失性命，敢若会失落即只船尔定。因为我所属所敬拜的上帝，昨暗暝有找伊的天使来对我讲。保罗免惊，你一定着徛伫皇帝面前。上帝已经将船内拢总的人交托互你啊，所以着勇敢，因为我相信代志一定会照上帝甲我讲，安尼来实现。不过咱一定会伫一个岛屿来拄岸。到第14日的暗时。阮还要伫阿德利亚海下咧漂流，到半暝，水手想讲，阮得要挖掘陆地，就显测量索落去探
探出有40公尺深。搁较进前，搁探一摆，探出有30公尺深。因行了船底拄着岸，拄着暗礁，就对船底拍死个定，拍死个定了后，迫切听候天金光。这就想要放杀船来逃走，将救生艇推落去海里，加做要对船顶来拍定。保罗对军官甲兵丁讲：这个人若无留伫船顶，因就无救。兵丁就斩断救生艇的索，互伊留去。天要光的时阵，保罗劝众人伫食。伊讲：恁已经听候14日久，拢无食，所以我劝恁着食一寡物件，才会当活落去。连一支头毛拢袂失落。保罗讲了后，摕饼伫众人面头前感谢上帝，掰开食。众人的心就定落来，摕物件食。甲阮同船的人拢总有276人。大家食饱了后，将麦仔来献落海，互船较轻。诗篇119篇113节到128节。对你无忠心的人，我厌恶。我所喜爱的是你的律法。你是我闪避的所在，是保护我的盾牌。我仰望你的应允，做歹的人啊，着离开我，互我通遵守我的上帝的诫命。求你照你的应允扶持我，保守我的性命，互我无因为仰望你失败见笑。求你扶持我，我就得救。我要不时专心遵守你的命令。违背你命令的人，你拒绝因会诡诈会失败。世间的歹人，你看做粪扫，甲因除去。所以我喜爱你的教示，我因为惊为你，规身躯皮皮喘。你的审判，互我惊吓。我有实行公义正直，求你毋通甲我放杀压制我的人。求你保证你的仆人事事行通，无受到骄傲的人的压制。我仰望你的拯救甲公义的应允，直到目睭花。求你照你的慈爱对待你的仆人，将你的规律教示我。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赐我智慧，互我捌你的教示。上主啊，现在是你行动的时，因为人迫害你的律法。所以我喜爱你的诫命，比纯金较爱。你为万事定的律例，我拢遵行，所以我厌恶一切虚假的路。阮求上帝帮助阮来靠主得胜，无烦恼，无惊吓，只有敬畏上帝，全然的挽过伫生活中间，伫困境的中间来得胜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